连锁素食店又个爆出食安的事件，有网友指控一个西门町的分店发现因店里的辣椒粉唔那拢结规完，甚至内底阁有胶纸。去到店员反映讲，店员阁无积极的处理，即马代志压出来，业者就发出声明来回失礼。佮讲因会停止使用规罐的辣椒粉，改做提供单独的包装。因卫生局嘛讲，因会来介入稽查。 二楼内用食物件所在，向暂停开放，看到告示牌广告全面消毒。这间有名的素食店顶呱呱赶紧来清洁消毒，就是因为食物件店内所提供的番茄粉，真明显规拢结规地。看较详细，真明显内底敢若有2只胶纸藏伫内底，有食安的问题。西门店虽然是蛮热闹的地方，对，已经非常多人用过了，然后是刚好被我看到，被我发现这个事情，但是前面已经不知道多少人用过，我觉得这事情真的蛮恶心的。出问题的分店伫台北西门町，网友讲对调味料这个所在摕番茄粉，安怎倒拢倒袂出来。内外掀开看到地行一条，那内底敢若有胶纸甲胶纸软。很恶心，但是我觉得做吃的难免直接加，有的话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疙瘩。业者发声明核实的强调已经是查核全台有调味罐的门市，这样确认拢无问题。不过对1日起全面禁止人客这所在提供粉罐的调味，改用一包一包的胡椒包。对着这个店长管理的疏失，总部也决议来给处罚。 卫生局另针对人员卫生、食材处理及作业场所卫生等进行稽查，查有食品业者登录平台登录资讯不完整、抽油烟机不洁及未出示部分从业人员体检报告等缺失事项。顶呱呱爆出食安的事件，当地卫生局立时派人去稽查，就算到位进前有问题是污染的这个番茄粉已经予现杀，验过发现店内有至少8项缺失，下令伫12月初进前爱改善完成，若无依照食安法这规定来裁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